美國聯儲局經濟報告顯示，消費者開支減少，通脹有加快嘅情況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擔心，特朗普政府令到美元主導地位面臨半世紀最大風險。聯儲局發表有褐皮書之稱嘅地區經濟報告，顯示必需品需求穩健，但消費者開支整體下滑，車輛等嘅非必需品銷售略為下跌。個別受訪企業表示，喺關稅政策之下已經上調咗商品售價，市場擔心關稅令到通脹持續，部分地區嘅物價上漲步伐加快。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表示，近期全球通脹上升，令到各國央行更加難控制價格，認為決策者會更加警惕，避免令到價格再次飆升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接受彭博訪問嘅時候表示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多變嘅政策同埋言辭，正對美元喺世界經濟當中嘅主導地位構成半個世紀以嚟最大嘅風險。近期嘅美股調整，說明投資者對於美國政策嘅擔憂，批評富商馬斯克掌管嘅美國政府效率部減少國稅局稽查員等嘅措施，將損害提高稅收嘅努力。又認為依家政府喺貿易領域所採取嘅處理方法非常可怕，表示若果自己仍然喺財政部，會對特朗普針對其他國家嘅言論帶嚟嘅後果感到恐懼。美國政府有龐大嘅借貸需求，薩默斯指出，特朗普批評嘅嗰啲國家一直以嚟正係美國國債嘅買家。佢並擔心資金撤出美元，轉流向中國同埋歐洲市場。